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2集，为小解的控肉饭、卤肉饭、肉色饭，才会甲猪肉关系相关料理。即碗是阿光上爱的肉色饭。阿光，你鼻看有香无？足香的吼！你等下才食啦。咱先来讲寡相关的语词，提醒大家。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乌妈妈，乌妈妈，这就是乌妈妈。阿公，乌蛇蛇，乌蛇蛇。阿公，你哪生个乌蛇蛇？紧甲面切切咧。光影影，光影影，像安尼，就是光影影。猪肉伫台湾是足普遍的食材，常常看到的料理有控肉、卤肉、排骨酥、肉色、红肉、猪脚、烟肠、烧肉。有足侪无同的食法，而且南部甲北部的口味甲号名拢无同款哦。像即碗伫个南部叫做肉色饭，北部叫做卤肉饭。南部的口味普遍会较甜，因为南糖煮起来色水会较金骨，香肉就像即碗卤肉饭同款。香香香。放假内底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伫老街内底变骹手，煞互变做乌妈妈，害人腹肚痛。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掌着，佮用神奇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光恁料理救援队的人来阻挡歹人，要无好食的卤肉就去了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爱会记替台台 Friends 面册专业市展、追踪、分享料理救援队，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